为了改善医疗环境，台北荣总今年6月是先宣布讲，5大专科的住院医师1个月加薪水6000块。今是搁再宣布讲，启用新的医护宿舍大楼，会提供1200顶的床柜，而且1个月只要1000块。护理人员赶大包小包的行李，准备为旧宿舍搬到新宿舍。因为台北荣总的新医护宿舍大楼7月正式启用，而且1个月的租金仅1000块，其他的成本由病院来吸收。希望来北部的医护人员会当就近住伫宿舍，降低经济负担。对于刚毕业的人来说，其实在台北要生活，除了要养活自己的开销之外，房租其实也非常的昂贵。希望借由这样子的一个良好的环境，可以改善跟舒缓那个护理师还有医疗同仁下班之后的一些工作辛劳。院方表示，这栋新起的宿舍大楼是由企业集团善心捐起的。地下1层、地上18层，用饭店式管理，内部有1200床，予单身医护人员住。另外有44户灌舍，也加9户学人宿舍。1楼还佫特别设值班床，予值班的同仁使用。而且新宿舍就伫园区的后壁，万一若是发生重大意外事故，也当紧急动员处理大量的伤病患。凌晨没有捷运，可是我们住在宿舍里面，半夜3点要来都可以。所以这个是一个宿舍的一个好处。你大量的医护人员在这里，你随时可以支援任何任务，包括台风来了，交通都断了，北荣可以继续的守护病人。院方表示，今年6月就已经针对内外妇科、儿科甲急诊这5大专科住院医师，每个月加薪6000块。即马8月，佮加这个新医护宿舍大楼，希望会当有一个带头作用，提升医护人员各项福利，吸引更较侪医疗人才留任，也甲投入台湾的医疗产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